融入多種材質嘅特色牆、水晶吊燈、雲石家私，營造簡約輕奢嘅感覺。戶主係一對夫婦，同仔仔一齊居住喺呢一個複式單位。喺設計風格方面咧，今次咧都係做一啲比較近期比較興啲嘅奶油式嘅設計啦。咁就望落去咧都係簡簡單單有些少大地式嘅元素咁樣喺間度，等佢容易啲去配合去買翻嚟嘅一啲家品啦。原裝天花設計舊式，新設計下打造長形假天花，隱藏冷氣機嘅位置。咁由於個樓底又夠高啦，咁就差唔多有成3米半4米咁高，咁又闊又深，咁我哋只係需要幫佢做翻一啲 feature wall 啦，同埋一啲應用嘅家私，就已經可以令到間屋咧有翻個效果出嚟啦。客廳有2面特色牆，電視櫃嘅背面融入雲石、木質以及金屬條子設計，層次豐富。而梳化後面嘅牆身前後2層分別用上皮質同布質，加入滲燈，令暗花紋更加突出。沉實之餘，亦唔會太單調。客廳連接嘅花園睇起嚟好簡潔，設計師指嗰度反而進行咗唔少改動工程。原本個花園咧，佢係一格格嘅地石。加埋咧喺個花園最近住玻璃位嗰邊咧，其實佢有一幅草地仔嘅。咁但係咧戶主佢哋咧就唔中意有呢啲咁樣嘅凹凹凸凸行起上嚟冇咁好行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幫佢咧將個花園個地下嗰啲碎石嗰啲凹坑咧就全部變翻晒，做翻平佢。咁然後咧將個草地咧下邊嘅所有泥咧嗰度差唔多有成1米咁深嘅泥啊！全部要清晒出嚟，然後下邊再做翻個石屎結構架，咁幫佢填翻平佢，咁咧先至可以俾佢個小朋友喺出面踩單車嘅。地下設有私人車庫，戶主一家主要以揸車出入。其中一個戶主嘅要求咧，都係希望可以儲物量多啲嘅，譬如喺車尾嘅位置做咗一大組嘅儲物櫃啦，咁再加埋入咗屋之後咧，做咗一好大組嘅鞋櫃。我相信呢一組鞋櫃咧擺到200-300對鞋啊，咁令到呢一方面咧都可以滿足到戶主佢哋嘅要求啦。考慮到屋內有小朋友，除咗通往天台嘅樓梯，所有樓層嘅樓梯表面都添加咗無絨地氈，增加安全性。唯一個少少嘅間隔改動咧，就係一個樓梯嘅轉彎位嗰度。咁因為咧呢個樓梯嘅轉彎位咧嘅後邊咧就係阿仔仔間房啊，咁所以咧將佢變成一個直角。咁而樓梯嗰邊咧我就變咗多咗一個凹位咧，就啱啱可以俾我擺一個雕塑喺度，咁令到樓梯嗰邊咧都會靚啲啦。仔仔房空間寬敞，面積大約200尺，大範圍使用米白色，床邊設有書台同書櫃。家私加入弧形線條，感覺更加柔和，亦都防止小朋友撞傷。拉直後嘅牆身訂做 L 型衣櫃，白色拼淺啡色，弧形玻璃，動物手掌門柄，增添童趣。仔仔房嘅另一邊係一間多用途活動室。2間房之間嘅空間亦都訂做咗衣櫃同雜物櫃。咁多用途房咧，其實就係一個客房兼一個書房嘅。咁呢個客房咧就有張反床啦，咁就變咗可以，如果有朋友嚟需要用呢間房嘅時候咧，就可以反張床落嚟啦。咁平時咧就係一間書房嚟嘅。咁呢個書房咧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嗰度做補習嘅。主人房係高層，3邊落床設計。床背同樣打造特色牆，主人家佢哋咧就比較
重視嗰啲儲物空間，咁所以咧我就做咗個特大嘅衣帽間俾佢，咁差唔多利用咗間房40% 嘅空間攞嚟做呢個衣帽間嘅。衣帽間嘅另一面係一個電視組合櫃，融入雲石元素，突顯奢華感。